株式會社一立不動產咧，其實係一間日本房地產公司啦。咁主要做咧就係物業嘅買賣啦、中介服務啦，咁亦都有開發啦，同埋有做Airbnb 嘅開發。咁亦都有幫助啲客人咧去做申請房貸啦，同埋簽證嘅。咁亦都有物業嘅管理。咁我哋有超過20年嘅歷史，係日本同埋香港方面都有 office 嘅。基本上係服務咗全個日本嘅物業啦。咁包括咗東京、大阪、札幌、福岡同埋沖繩啦。咁我哋嘅團隊咧其實係會廣東話啦、國語啦同埋英文嘅。咁所以針對咗華人市場咧，我哋去提供一條龍嘅服務。咁大概係70%到80%嘅客人咧，都係針對投資嘅需求去投資日本，因為佢哋覺得相對咧日元而家係比較平啦，咁所以係投資日本嘅一個好機會。咁當然亦都有大概20%嘅客人係諗住移民自住嘅。首先大阪就又會起賭場啦，東京就唔使講啦，就主要城市咁不嬲都一路升落去㗎啦。二世古嗰邊咧就而家越嚟越多人滑雪啦，外國人就越嚟越多去翻滑雪場啊，咁啲新樓越嚟越比以前係越嚟越貴，咁所以舊樓其實都對比上比以前係都升咗嘅。唔同國家或者唔同嘅客啦，咁其實最多人問一定係 mansion 嗰啲咁嘅屋㗎啦，因為嗰個入市資金比較低啲啦，因為多咗好多外國人去日本旅行啦，咁越嚟越多人中意成家大細咁住埋同一間屋嘅，咁其實民宿一戶建嘅民宿咧就會之後應該升值潛力會比較高啲嘅。咁我哋通常都會先了解咗客人嘅預算有幾多先啦，咁睇下佢有冇啲特別嘅需求，譬如話佢指定要去譬如話東京或者大阪某一間嘅語言學校嘅話，咁我哋就會相對揾翻周邊嘅樓啦，飛過去啦，或者甚至乎我哋團隊係可以幫佢入去拍 video 啦，咁可以喺遠程嗰度佢自己可以睇到間樓大概係咩嘅狀況，因為其實日本相對嚟講就話嗰個講價嘅幅度唔係好大嘅，而家大概2-3% 左右啦。咁到時候就買賣合約簽咗落嚟，我哋會幫佢手去申請 mortgage 啦。咁其實大概個過程大概係2到3個月左右。咁其實成個過程由簽約到 mortgage 申請落嚟，到成交，咁呢個過程就完成㗎啦。如果投資嘅話，可能需要揾人管理啦。咁我哋就會直情幫佢管理埋嘅。咁一條龍服務，咁變咗佢基本上都唔需要點樣飛去日本，咁就可以完成咗成個購買過程。有啲香港嘅客人啦，咁佢就諗住去申請日本嘅經營管理簽證啦，每一年續 visa 啦，咁所以佢哋都要一個賺嘅錢符合翻呢個日本嗰邊嘅條例啦，咁所以佢哋都會買咗一間樓，咁佢就買一間好大嘅一戶建，咁之後咧，咁佢哋將裏邊改晒所有房，改咗10間左右啦，咁之後佢哋會一路經營佢哋嗰個 share house，再加入佢哋自己個 online shop 咁樣去做咧。其實呢1-2年咧就比較多咗香港嘅客人去問呢一方面嘅嘢，咁佢哋會買樓之餘就再問埋經營管理簽證啊，或者佢哋想去日本試下搞生意啊，咁各樣嘅服務我哋都有試下做過。咁呢一個係最近期比較覺得有趣啲咯。其實地區我哋都一直喺度關注緊嘅，咁而家一個比較 hot 嘅地區就係熊本啦。咁因為而家講緊話熊本會唔會有機會成為咗日本嘅矽谷啦？咁日本公司主要嘅做 IT 啊或者 IC 嘅廠咧，就會喺千歲附近會起一個好大型嘅廠嘅。札幌去千歲咧，其實就搭車就其實30分鐘都到㗎啦。札幌附近嘅樓，咁嗰頭啲樓而家開始應該都會有比較有啲升值嘅潛力嘅。咁另外針對科技方面啦，因為其實講緊人工智能嘅出現啦，甚至乎可以提高呢個透明度啊，咁都係我哋公司關注嘅一個方向咯。